早晨，大家好，我叫 Kevin。福利啊，整個靚仔福利先。下一張。下一張。我本身係單身嘅，都自己人住啦。係啊。咁啊，呢個攝影睇一啲商業嘅表現啦，同埋係英國讀嗰個室內建築嘅，同埋李晴嗰度3家畢業。咁啊，而家係2間公司嘅創辦人。呢個係我公司嗰條宣傳片，我係賣家電燈，但係唔係話真係賺家電錢。咁最主要咧就係批發形式嘅 B2B 對接，同埋行業嘅合作。最後就係一啲提高性價比產品嘅。咁合作伙伴我客戶係一啲機構啦、飲食、一啲保險啦、地產同埋一啲社福機構。咁點解會係譬如係嗰啲公司會揾我咧？譬如警察啦，咁因為我係專業同埋熟悉產品同埋貼心。點解咧？佢揾個雪櫃，我會提供一啲性價比嘅，同埋係有限嘅尺寸裏邊，我揾到佢個容量最大，左門定右門，咁佢比一般賣電器會更加係有一啲專業知識嘅。手頭而家我代理緊嘅牌子嘅產品。咁實際啦，譬如一啲護理產品啦，咁啊一啲小玩意啦，拍谷機啊，一啲遊戲機、電子鎖、美容產品、智能手錶同埋一啲小家電。你識嘅品牌我一定有，仲要有優惠。你唔知嘅我都有。舉個例，咁例子一就係情拍金身，之前同阿子龍傾過嘅，不過就應該會再繼續嘅，就係手機拍攝加單身配對。同埋係拍攝比賽裏邊嘅禮品 ，crossover 3個，下一張。另外一隻就係一嘢拍扁你嘅 mouse，再加一個手提電腦，再加售後嘅軟件公司嘅 after service 嘅服務，做引流。下一張。咁另外就係紋繡加面相加美容產品，咁而家母親節而家將會進行嘅。再下，咁直接批發咧，就係譬如一啲員工嘅優惠啦，屋苑團購。咁而家傾緊嘅就係嘉年華集團旗下一個最大嘅麵包生產商利進集團啦。咁係一啲提供員工嘅福利。咁另外一啲分租單位嘅電器啦、劏房啦。Kavina 佢自己嗰啲租盤都係揾我攞電器跟亦都係佢自己有100幾間嘅劏房，佢都諗住同我攞嘅。下張。咁另外就合作批發嘅銷售啦，譬如一啲餐飲興趣班啊、美容業，咁可以加埋我就有啲優惠券啊、贈品啊、特惠電器啊，可以 crossover bundle 咗落去。一啲舊年嘅譬如 Christmas party 啦、annual dinner 啦、培訓課程嘅抽獎禮物。第5就係一啲引流批發嘅，譬如保險業。咁我一啲陳列品嘅，啲人會擔心襟唔襟用啊，咁我就會加一啲家居保落去。諗法係去到 MPF 人壽保險，跟住團購學生嘅媽媽群，跟住下一張。Good offer shop 係即係咩啊？實際睇大家睇啦，市值4000蚊嘅電器陳列品。輕微紅點嗰度有條花痕，咁我實際係2600，包括有基本信號同埋安裝，新機嚟嘅。哇！呢個係冇盒嘅洗衣機，冇花賓，市值3400，2700，保養包基本信號。甚至乎 iPad 啊，
哇！個版面大家都認到咩旋轉嗰個啦，佢二手賣緊呢啲價錢，我諗出嚟係 display 新機嘅 display 嘅啫，都係呢個價錢，平佢幾嚿。哇 Samsung Galaxy Book 官網14480，豐澤1100幾，我係賣咩價咧哇？9000蚊。哇！我最想係員工優惠，咁大家可以 scan 我嗰個 QR code，大家可以之後再查詢，或者係有啲咩要買優惠嘢嘅，可以或者合作嘅。多謝大家。